藏灵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峰杯篮球邀请赛即将落下帷幕。根据赛事组委会统计，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1400万人次，线下场馆接待观众达34446人次。灵芝中媒对赛事进行了129次专题报道，创造了西藏自治区体育赛事传播新纪录。是的，数字背后凝聚着每一位参赛者的拼搏精神，离不开灵芝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更要感谢所有关注和支持赛事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怀着无比激动与感恩的心情，相聚今天，在这里共同举行闭幕仪式暨颁奖典礼。闭幕式第一项奏唱国歌，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脱帽，行注目礼，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礼毕，请坐。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活动的领导及嘉宾。灵芝市委书记敖留全，灵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吴耿旦，灵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尼玛扎西，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孙国峰，灵芝市委常委段刚辉，钟次仁，灵芝军分区副司令次瓮扎西，西藏农牧学院副院长曹仲华，灵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诸多吉周传峰，灵芝市政协副主席朱正辉，熊义东，边巴卓玛，次仁多吉。同时，各参赛代表队领队以及教练员、运动员，欢迎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灵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吴耿旦致闭幕词。尊敬的敖书记、孙局长，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好。5月的灵芝，蓝天碧水映雪山，高山渡间美如画。在这生机盎然、激情洋溢的美好时节，为期9天的2025年灵芝市南迦巴瓦峰杯篮球赛即将圆满落下帷幕。在这里，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赛事的成功举办和取得优异成绩的各个代表队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辛勤付出的教练员、裁判员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志愿者和观众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精彩拦不住，拼搏展风采，这是一场激情与团结的盛会。运动员矫健的身姿、精湛的球技，展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赛场上每一次默契的配合、进攻、得分，都让我们感受到篮球运动的魅力，感受到球场上运动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无论是胜利的欢呼，还是遗憾的汗水，都是青春最动人的注脚，是这座城市最澎湃的脉动。这是一场文化与友谊的交融，篮球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参赛者以球会友，增进友谊。我们感动于比赛中那些相互扶持的温暖瞬间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风尚。这正是血液高原、各族儿女开放包容、团结奋进、共同绘就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这也是一场梦想与未来的接力。比赛不仅展现了灵芝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更彰显了市委市政府以体育赋能城市、以健康造福人民的坚定决心。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一次邀请赛为新起点，持续深化赛事内涵，打造具有血域特色的高原篮球品牌，推动全民健身文化蓬勃发展，深化体育旅游人和发展。我们将建立常态化赛事机制，培育专业人才队伍，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让篮球运动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我们将创新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模式，开发高原特色体育旅游产品，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地域文化的新窗口。我们将加强区域协作，促进产业联动，推动高原篮球活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让我们携手共进，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推动灵芝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贡献力量。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祝贺所有获奖队伍和运动员，扎西德勒。让我们明年再相聚，谢谢大家。谢谢吴耿旦副书记的致辞。下面有请裁判长次成江措宣布比赛成绩。下面我宣布，获得此次南迦巴尔峰杯篮球邀请赛优秀运动员的有：果洛藏族自治州代表队嘉阳，西藏农牧学院代表队索木巴珠，西藏民族大学代表队丹藏坚措，日喀市代表队丹增强巴，凉山彝族自治州代表队陈平出扎什，那曲市代表队桑珠，雅安市代表队肖大元，甘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扎西东至，
拉萨市代表队李霄鹏，林芝市代表队义熙丹增，甘孜藏族自治州代表队倪豪，阿里地区代表队扎西四郎，广东中山市代表队何志明，山南市代表队洛桑扎西，国家能源代表队拉巴次仁，金融系统代表队象巴汪堆，宜庆藏族自治州代表队杨礼杰，成都市代表队旺家。获得本次比赛优秀裁判员的有黄健、魏永健、宋飞扬、扎西次仁。获得本次比赛优秀教练员的有林芝市代表队斯兰汪堆、凉山彝族藏族自治州代表队罗武发强。获得优秀组织奖的有西藏民族大学、广东中山市河南队、果洛藏族自治州代表队、雅安市代表队、迪庆藏族自治州代表队、阿里地区代表队、甘孜藏族自治州代表队、纳曲市代表队、什喀茨市代表队、山南市代表队、拉萨市代表队、国家能源集团西藏公司代表队、西藏金融系统代表队、西藏农牧学院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是成都市代表队，获得季军代表队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得亚军的代表队是林芝市代表队，获得冠军代表队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代表队。宣布完毕。在此次比赛中，各参赛队伍发挥了团结友谊、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用智慧和勇气谱写出篮球运动的新篇章。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即将迎来本次赛事的荣耀时刻——颁奖仪式。首先颁发的是优秀运动员奖，获得优秀运动员的是果洛藏族自治州代表队嘉阳，西藏农牧学院代表队索木巴珠，西藏民族大学代表队丹藏坚措，日喀则市代表队丹增强巴，凉山代表队陈品出扎实，纳曲市代表队桑珠，雅安市代表队肖大元，甘南代表队扎西东支，拉萨市代表队李鹏霄，林芝代表队义熙丹增，甘孜代表队你好，阿里地区代表队扎西四郎，广东中山横栏队何志明，山南市代表队洛桑扎西，国家能源集团西藏公司代表队拉巴次仁，西藏金融系统代表队象巴汪堆，迪庆藏族自治州代表队杨礼杰，成都市代表队旺家。现在，请在现场的获得优秀运动员的球员上台领奖。请来到现场的运动员上台领奖。掌声有请林芝市委教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刘斌、林芝市教育局局长巴桑次仁为他们颁奖。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请各位嘉宾和优秀奖的运动员合影留念。好的，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各位优秀运动员，感谢你们在赛场上留下了难忘的瞬间。好，谢谢各位，谢谢。下面颁发的奖项是最佳教练员，获得最佳教练员的是灵芝代表队的教练斯冷旺堆，凉山代表队的教练罗武发强，请获奖的2位最佳教练员上台领奖。有请灵芝军分区副司令次翁扎西、西藏农牧学院副院长曹仲华为2位颁奖。让我们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2位教练，让我们看到了灵芝队跟凉山队一场场精彩的比赛。现在颁发的是优秀裁判员奖，获得优秀裁判员的是黄健、魏永健、宋飞扬、扎西次仁。有请4位上台领奖。同时，掌声有请灵芝市政协副主席边巴卓玛次仁多吉为他们颁奖。有请。历时9天的赛事，也离不开我们辛勤付出的裁判员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谢谢你们。好的，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获奖的裁判员合影留念。谢谢。现在颁发优秀组织奖，获得优秀组织奖的球队是西藏民族大学代表队、广东中山横栏队、果洛藏族自治州代表队、雅安市代表队、迪庆藏族自治州代表队、阿里地区代表队、甘孜藏族自治州代表队、纳曲市代表队、日喀则市代表队、山南市代表队、拉萨市代表队、国家能源集团西藏公司代表队、西藏金融系统代表队、西藏农牧学院代表队。有请获奖球队代表上台领奖。
掌声有请林芝市政协副主席朱正辉、熊义东为他们颁奖。有请。再次感谢各位颁奖嘉宾，同时要恭喜获得我们优秀组织奖的14支代表队，恭喜各位！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场的精彩比赛。谢谢，谢谢各位。接下来颁发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是昌都市代表队。有请林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朱多吉、周传峰为他们颁奖。有请。现场有没有昌都队的球迷啊？把你们喜欢的声音跟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好吗？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及球队合影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谢谢昌都队为我们带来的场场精彩的比赛，感谢各位。获得本次篮球邀请赛季军的球队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有请各位上台领奖。接下来有请林芝市委常委段刚辉、钟次仁为我们本季比赛获得季军的球队颁奖。
谢谢远道而来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的篮球技艺，再次把我们灵芝人民的热情送给他们，好吗？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与我们的获奖球队合影留念。好的，谢谢各位。获得亚军的球队是我们的东道主队灵芝市代表队。请灵芝代表队上台领取你们的荣誉。接下来有请灵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吴耿旦，灵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尼玛扎西为我们灵芝队颁奖。能够看到我们的家乡球队灵芝队每一届赛事他们的成长与进步，是让我们球迷们呢最为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再次让我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与祝福的声音送给我们的家乡球队灵芝队，10秒钟好不好？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还有我们的球员们合影留念。灵芝队捧起你们的奖杯，掌声在哪里？好的，谢谢灵芝队。
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为有力的掌声与呐喊声，有请获得2025年西藏灵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峰杯篮球邀请赛冠军球队凉山彝族自治州代表队。读到冠军的时候，总是那么紧张啊！是的。刚刚我们的裁判长次成江错也差点把冠军给读错了。接下来有请灵芝市委书记敖留全、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孙国峰为冠军队颁奖。有请。现场的朋友们，为期9天的南迦巴瓦峰杯篮球邀请赛即将落下帷幕。此刻，还是让我们把最为有力的掌声以及呐喊声送给我们的冠军球队凉山队，好吗？他们以全胜的战绩拿到了我们的冠军啊，可谓是实至名归。恭喜凉山彝族自治州代表队！祝贺你们把冠军带回凉山，把精彩留在灵芝。好的，谢谢各位，谢谢。观众，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再次祝贺各获奖球队以及个人，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接下来，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伴奏下，请全体运动健儿们依据退场制指定席位，让我们共同欣赏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好，请运动员先退场至指定位置，在我们的文艺表演完之后，再进行合影留念。好，先请我们的运动员们退场。我们的文艺表演马上开始。有想合影留念的啊，在我们的节目表演完之后进行合影。各位来宾朋友，历经9天的激情与荣耀交织，在此刻，2025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峰杯篮球邀请赛圆满闭幕。运动员的卓越风采，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观众的炽热喝彩，共同谱写了这段充满团结与拼搏的精彩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闭幕式文艺汇演。양도 시라 주시이 루가로 셰기 비미예
나와 기배 좀다 디기 초에 멜롱 냠베 잠nye 지네 기사초라 론로好的，谢谢各位的精彩表演，也感谢现场的球迷们你们的继续的陪伴与支持。朋友们，2025年西藏灵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峰杯篮球邀请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在座所有朋友的出席，感谢球员们的参与，感谢线上观众朋友们的关注，我们下届再见。错不错？他听个节目提个就指数，听个给表达透过脑诶，因他们呢突起受原因，听个按照推上节用。尊敬的各位来宾、运动员、观众朋友们，为期9天的2025年西藏灵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峰杯篮球邀请赛圆满落幕。这是一场海拔与热血的碰撞，是雪域高原上绽放的篮球激情。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所有参赛队伍的拼搏与奉献。你们用汗水诠释了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可以现在观众那么谈旅这个那么生活听见体育人国也你都人个来偏将人气南迦巴瓦沙特旅这点草的南迦巴瓦旁边拉这波来点水点多天提人拖着来地青年就地参数来说他点给点多天呢是不去掏菜他超准去动都点龙实行了抗战沙特套去拉这波来耳水球员点草是感应更点干脆各自擦他这个套呢点多路卡卡去俺从边部也真他我才去真正对我们想把投资去学原因，看那边每处点呢，才是体育套他看到体育标吧，都是体育球这期旅在领导人这些抗力源于。回顾这场赛事，我们见证了太多难忘的瞬间，绝地反击的团队协作，永不言弃的个人突破，还有雪山脚下观众们的呐喊助威。篮球的魅力在这里与南迦巴瓦峰的壮美交相辉映。体育与自然、竞技与文化的融合，让这场比赛超越了胜负本身。特别感谢所有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媒体伙伴的全程记录与传播，是你们让这场高原盛事触达了更广阔的舞台。看那边沙特体前提，俺来阳性感觉卡定说稳突不前于。今天的收官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未来，我们期待南迦巴瓦峰篮球邀请赛能成为连接雪域与世界的桥梁。通过更多元的媒体融合、短视频、直播、VR 技术，让全球观众沉浸式感受高原篮球的独特魅力。让我们继续以热爱为名，以未来为向，共同书写更多体育传奇。朋友们，明年雪山再见。
提人气进度就这完呢，他们就这明白，提你杨南沙边国促的形式，中共安全南家保卫两这波的电讯进度提。抗中在马赛，他们证明这条级别三不系统有社会骑行去了，体为那么去年这研究地区年通谈贴到为二两这解决呢。过了西边节目我用了，沙推两这波的推木没一边，让各种用错图片社会讲骑行去。我最木头图改新起名堂呢，中国了卡桥的推木头绿在去我才体为毛我总就行，说不错，推上哪样借用。致热爱向未来，篮球永不息，我们顶峰再相逢。